先。Hello， 你好，Tony 哥，你好啊。係你好，麻煩介紹下自己，介紹下自己啊，Tony 哥。我咧中文名咧就叫做黃東尼，咁啲人叫我 Tony Wong。咁我咧就係多明尼加共和國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嘅創會會長。咁我呢個會咧喺香港成立咗12年，我到咗多明尼加超過30年。咁喺多明尼加嗰度30年啦，咁經歷咗啲咩啊？做過啲咩啊？咁樣。咁啊，自從喺2018年多明尼加中國建交之後咧，我曾經應承咗相關嘅官員，會幫佢嘅雪茄推廣到俾中國人更多嘅認識。好啊，Tony 哥，麻煩，我想再問下你㗎。咁點解你會揀多明尼加嘅雪茄？即係呢個行業咧，呢個淨係做雪茄咧？係啦。咁同埋點解淨係揀翻多明尼加嘅雪茄嚟做嘅咧？首先，我之前都介紹過，我就係多明尼加共和國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嘅會長，所以咧，我咧就主力係介紹多明尼加嘅雪茄。之前有講過，我係應承咗多明尼加嘅相關官員，俾多明尼加嘅雪茄更多人認識，所以我就係介紹多明尼加嘅雪茄，從而令到多明尼加嘅雪茄工人多一個就業機會，呢個係我嘅使命。明白。咁同埋呢個多明尼加雪茄，你對呢個多明尼加雪茄有咩目標啊？咁我最主要俾人哋介紹到，知道邊啲係原裝響多明尼加直接由廠嚟到香港打咗稅嘅行貨嘅雪茄，就同水貨係兩樣嘢唔同嘅。如果你要我再個比例深啲、簡單啲，即係美國嘅萬寶路同菲律賓嘅萬寶路同泰國嘅萬寶路，應該大家嘅認知都會知道有多少嘅差別。好，今日咧咁就差唔多啦。咁啊，Tony 哥，下一集咧我哋會介紹啲咩啊？咁點樣對多明尼加嘅雪茄更多嘅認識？明白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紅書